1、2、3。Yue opera is one of the 5 major types of Chinese opera. It is the second largest theatrical genre in China and also known as the most widely circulated local opera. Yue opera originated in Shenzhou, Zhejiang. It has absorbed the achievements of Kunqu opera, modern drama, and Shaoxing opera in its development, and has undergone a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male-dominated to female-dominated. Today, our team visited the Zhejiang Xiaobaihua Yue Opera Troupe in Hangzhou and had the privilege of interviewing the most beloved actress of the moment, Chen Lijun. 我觉得我学习戏曲、从事粤剧这个过程，给我最大、最幸福也最幸运的一点，就是我找到了工作的意义，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也找到了我自己人生的意义。其实呢，我以前是一个满脑子只有粤剧的人，就是整个生活是没有其他的过多的社交，没有过多的娱乐，我的生活里好像就只有粤剧，是非常的专注，也是非常的热爱的，但是呢，也就会非常的狭窄。但是这几年呢，我就开始懂出来了，我开始面对这个真实的世界，也开始面对真实的我自己。我其实是一个不太自信的人，所以恐怕就是这里那里有很多地方会做得不好，所以我很努力，因为我会恐慌，我自己表现得不好，包括我面对镜头，其实我也会紧张。但是呢，当你开始接受不完美的自己的时候，好像一切就开始变得豁然开朗了。就是我就发现敞开的去生活，它让我这个人，让我的工作，让我的舞台更加的完整和鲜活。我觉得我可以在我的工作中找到我的生活，也可以找到自己。因为我的家乡是嵊州，嵊州本身就是粤剧的粤剧之乡，然后我就从小也是耳濡目染。我的爸爸、我的爷爷其实从小就喜欢粤剧，像什么我家有个小九妹啊这些呢，我小时候从小就在耳边唱的。然后呢，我的小学音乐老师，小学不都有音乐课嘛？那大家都是学的儿歌啊什么。那我的音乐老师呢，也非常的喜欢粤剧，然后他就会在我们音乐课里面半节课上儿歌，半节课他就是给我唱粤剧，普及粤剧，教我们粤剧。然后呢，他又觉得当时我们不是有比赛的嘛，就是那种歌唱比赛，我就去参加了。他觉得你条件非常的好，然后就推荐我去学习粤剧，去报考粤剧。其实当时的我还算不上什么热不热爱，我只是单纯的觉得蛮好听的，我感兴趣我就去了。我是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慢慢的一点一点渗透的变成热爱。很多人他对于我们粤剧，对我们戏曲存在的这个概念，就是我爷爷奶奶喜欢的，我外公外婆喜欢的，他不觉得这是当下的这个时代的产物。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的前辈鲁桂芳先生啊、袁雪芬先生啊等等等等，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也是融入了很多那个时代新鲜的东西，然后创造出他们当代非常流行的作品，才能让那么多人喜欢。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也是创造出更多更好更优秀的作品，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走进我们喜欢像你说的留下这些观众。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有一点东西还是比较好的，就是现在自媒体的平台还是比较的多，那每一个就是从事粤剧的演员，就是喜欢粤剧的观众，就像你们正在做的这个事情，每个人都是传播粤剧的推介者。我相信只要有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加入，我们就是不断的努力，我们的未来还是可以越来越好。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孔刘兰杜丽娘，我们当时是进行了一个英法德澳的4国巡演。今年
我还去过丹麦和挪威，是进行一个我们这个诗画浙江的推广。我们粤剧是中国的浙江的有张金门片嘛，所以也是一起出去参加了这个推介会。那就刚刚你提到的《寇刘兰与杜丽娘》，当时呢，毛老师打造这个戏，就是把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两个非常经典的作品融合到一起，就是把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做了一对嫁接。然后呢，到国外的时候也拉近了西方观众的这个距离吧。然后我们戏曲本身就是载歌载舞的，就是非常美的。那我相信就是美是不分国界的，是。然后我们在传递文化的同时，也是向国外传达了我们中国的美学。